好，今天是2005年3月5号，3月5号。我们先复习，从45页开始。哈江江包昂开巴民，哈江江包昂开巴民，哈江lun包昂lun包民，哈江lun包昂lun包民，第尼丘马拉，第尼丘马拉，开的 Q 西，开的 Q 西，拉巴尔 Q 呢，拉巴尔 Q 呢，诺大月拉索，约大月拉索，开的 Q 西拉巴尔 Q 呢，开的 Q 西拉巴尔 Q 呢，诺大月拉索，诺大月拉索，破张给7日才给囊呢，破张给7日才给囊呢，长松尼西月，长松尼西月，翻过来，绝囊呢，绝囊呢，北北若莽包，北北罗莽包，马尔给绝北，马尔给绝北，该把莽包读，该把莽包读，推得不开，给得不开，既不是约当，既不是约当，他们借了读，他们这了读，滚浪达，滚浪达，科拉咕噜ra，科拉咕噜拉，松西气所，送喜气所，肯大给琼马西了，听大给琼马西了，普西在，普喜在，于迪呢，于迪呢，俺来切瓦梅，来了切瓦梅，于迪呢，俺来切瓦梅，于迪呢，俺来切瓦梅，梅马气所，没马气所，俺了桑尼来米贵，俺了桑利来米贵，克了普约本狗儿，快了普约板鱼儿，普约本狗那的，普约板鱼儿那个，日不都中央了，热度中央了，米汤那瓦汤那汤，米塔那瓦塔那塔，这汤吕南尼王包，这趟吕南尼王包，王包南尼，王包南尼，米汤那瓦汤那汤，米塔那瓦塔那塔，这汤吕所，接塔吕所，听大记了，听大记了，普西在的，普喜在的，桑瓦丹那读吧，桑瓦达那读吧，参堂丹巴西国，参塔丹巴西国，听大记了，普西在的，听大记了，普喜在的，桑瓦丹那读吧，桑瓦达那读吧，参堂丹巴西国，参塔丹巴西国，看你阴堂看你谢，看你银行看你谢，普星绝把若一七，普星血把若一七，我给学把800来，我给血把800来，下给瞧那王包的，家里去了王包的，好一瞧那七大个，我一去了七大个，人大了二，你打了鱼，人大了二，你打了鱼，行莫瓦汤，行莫了，刚拽白瓦汤，刚这白瓦塔，咱人包从那着瓦呢，俺人包从哪着啊你？爱吃马应该，俺家嘛应该，给错儿酒吧，给错儿酒吧，巴西爱吃哦。巴西爱笑，下边呢，咱们来这个复习一下这个自主动词的形态变化。它形态变化的规律呢，咱们总结了16字诀，你就记住，就是说这是基本规则，其他的都是在这上边是稍有变化。这个基本规则呢，就是前加爬为，后加撒过。咱们用的是无去前加还是去前加哈？哎，去前加就是不管有没有前加，反正就是把前加完全去掉，是这个命。然后咱们还来具体总结一下情况，就是说它这里头有4种组合，第一种组合就是正常的，前加爬后加撒。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前边不能加爬，
咱们下边就记啊，什么样的前边不能加爬呢？你们前边记上了就不用记了啊。就是主要是两种情况，咱们这样总结啊，一个是第四横行，叫双唇音，或者叫爆破音，什么破裂音，什么色擦音，反正你就记第四横行，八啪啪麻，跟第四竖行那四个鼻音，啊呀那嘛，第四横行前边第四横行这四个字母做基字的时候，前边不能加爬；第四竖行四个鼻音前边不能加爬。第四竖行鼻音前边呢，有时候会把这个爬呀变成麻，就是把这个爬给鼻音化，变成鼻音。主要是这两个情况，就是第四横行，这叫这个双唇音，八啪爬麻。这是前边不能加爬，因为它本身就是爆破音，你爬也是爆破音，它不能连续爆破两次，所以呢不能加爬。鼻音前边不能加爬，主要是这两个情况。像这个第二竖行前边不能加爬，它是从来就就没有这个，就是它前边从来就没有爬。就是前边不能加爬的，主要就记这么两种，一个是第四横行，一个是第四竖行。然后第三种呢是前边能加爬，后边不能加撒。什么样的后边不能加撒呢？就是古藏文里头再后加字是塔的不能加撒，一共就4种情况，就是塔拿拉拉。这个怎么记这4个呢？我发现它跟那个就是领有啊，在什么地方的那个拉丁呐那个形式相合，就是什么呢？就是后边再后加字是塔的不能加撒，这首先占了一个塔。然后呢，那个拉丁呢，如果在什么地点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拿，是吧？在什么它有拿。然后如果是在一个人这儿有什么东西呢，一个是拉，一个是拉，是吧？那个如果要是就是往这个单词后边打一个点加拉，就加拉。如果要是这个单词呢，它本身没有后加字，就直接给它这个单词后边加个拉，就是在谁那里有什么东西。咱们那个上节课正好学了那个哈，我发现这个就是后加字可以加塔扎的，就是这4个字母啊，塔扎。然后呢，那3个正好是拿、拉、拉，正好都是那个存在动词的那个拉丁。你也可以这么联想一下，记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后边不能加呢？你就想那个存在动词那个后边那个拉丁格助词，有那个是后加字的，那不能加撒。拿是在什么地点有什么，拉是在什么人那儿有什么，拉也是在什么人那儿有什么。这么来一个硬来的联想啊。这就是一种是前不能加爬，一种是后不能加撒，有这么4个后边不能加撒。然后呢就是第4种就是什么呢？前边不能加爬，后边不能加撒。就是这么4种组合情况。说不能加怎么办？不能加就不加就完了。反而那个变化更少，更简单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个16字的规律呢，它有这么几种组合的变化。然后这里头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有个别的这个后加字是塔的，呀，它是什么呢？把这个塔整个给去掉，就是硬把它换成撒。后边3个呀，就都不要那个塔了，硬把它换成撒，还硬按照那个撒的那个变化规律来。它有这么一种情况。你看那个就是在52页那个，你像那个中间的集中那个词儿，就是它的基字本来是那个原型，就是现在时本来是抵御，集中起来，摄，包括概括，汇合起来，这个意思，弄到一块儿，反正就是。然后后边呢，它是强行把这个塔扎一下就给去掉了，把后加字强行全部按照那个撒的那个变化规律。你看前加爬，后加撒，然后去前加，就是有个别的这个
塔栅的，就是后加字是塔的呢，他来了一个强行占领。这个呢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塔栅本来就是那个撒的一个变种，就是在后加字撒的一个变种，所以这个真正的主人来了呢，你那个这个假主人让位也是这个应当的。所以呢，记住就是说有个别的塔栅呢，就是硬把塔栅给，就是说老主人来了，把这个就是假的一脚踢开，完全还按这个撒的变化规律来变化。好，今天就前边的总结就总结到这儿。这个也可以记几个那个，就是上节课咱们碰到两个那个，就是元音呐，本来是 o a a o， 有两个呢就不变化，这两个呢也可以就是用那个郑伟说的那个炒菜它就老冒烟，所以这个不能有就全得哪着老都冒着烟。还有一个是耕田的耕田呢，你田里头得有庄稼，你不能有的地方有庄稼，有的地方没庄稼，所以呢都带着小苗，所以呢都带这个因为情况这个就是很少，所以呢就用这种笨办法记也很有效。下边咱们就讲新课啊。下边讲另一半变化就是什么呢？现在有前加字的，现在有前加字的呢，一共是五个，就是允许有的前加字呢，一共就是5个。现在咱们看53页的那个5，中间那个5现前加字为塔爬马，这是说了3个，实际上还有2个，一个是前边还可以加一个卡，最后还可以加个就是藏文里头前加字一共是5个。现在呢，他先说中间这3个的情况的变化，然后再单独去说那个前加字是卡跟前加字是的这个变化。现在咱们就看那个中间这3个，这是大多数是这样变了，所以他这个先说这3个。说这个前边有前加字的，怎么变化呢？咱们先不看它这一堆，一看乱七八糟的，好像挺复杂。就是什么呢？前边有前加字就不变就完了。原来人家前加字是什么，你这前加字还是什么就完了，剩下还去按那个规则变去，就这么简单，等于没有新规则。就是前边有什么前加字呢，就前加字就不变了，不动了，还保持原形的前加字，然后剩下呢就按16字诀变就行了。所以这样记呢反而就简单了，跟那个说前不能加爬后不能加撒这个一样看待，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了呢特殊处理，但是规则呢没变。咱们来试一试。你这个不变对吧？去前加字也不去，就是前加字就不变了。咱们来加也不加，去也不去。对，就是只实行那个什么呢？就是后边变。后边变加那个撒。如果碰上后边也不能加撒的，还按那个老规矩。不能碰上不能加撒就撒也不能加。所以这个有前加字的呀，等于是变化简化多了就。你看咱们来那个具体的来结合这样我觉得那个好学，这样简单。把他这个也过一遍咱们过一遍说这个前加字为塔爬麻的呢，声母不变。声母不变就是这个前加字也不变，上加字也不变，是这个元音也不变，是吧？声母不变，元音算韵母不算声母，那就是前加字不变的意思。元音未过，你看还是这个老规矩元音未跟过是中间那2个变成命变那等于重复老规则。后加字为卡爬麻的或没有后加字的，过命韵为加撒，老规矩是吧？后加字为塔拿拉拉的，韵为无变化，等于就是说这个不能加撒的就不变。所以你看着他说很复杂，不这样记，就是记一个什么呢？就是前加字不是爬的，前加字是不是，就是有前加字的动词，前加字都不动就完了。他这是不是他就说了他爬麻，是不是其他的呢？还有那个卡他后边还要单独说。他爬麻这3个呢就是最普通。咱们先看一个最普通的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动词他用了一个 g， 缠，那个缠东西的缠，拿线给它缠起来。
G。这个咱们看一下它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说前加字不变，前加字不变，那个前加爬就没有了，就取消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未跟线就同形了，少一个变化。前加字不变，那个然后后加仨，后加仨可以加仨，这个因为它没有那个后加字，所以可以加仨，加上个仨。去前加命，现在呢说前加字不变，这条也失效，就是前加字的全失效，哎，加前加去前加全失效，其实就是个前加字不变就完了。原来有什么有前加字的词儿，前加字都不变，哎，你看它叫声母不变嘛，所以就是只剩了一个后加仨，后加仨，结果的前加字不变，后加仨也不去，所以呢过命又同形了，都就是加一个，等于说整个变化就只能是过命加个仨就完了。所以呢看着很复杂，实际上特殊情况越多越简单，哎，所以呢有前加字的呢比没前加字的还简单，哎，变化还少。你看变了半天，就等于是过命加了个仨就完了。前加字不变，哎，一下取消了好几项，这变化就简单了。咱们再来看第二个住，哎，搅和的搅，搅拌的搅。你看很简单，前加字不变，前加字不变，未跟线同形，后加仨，结果呢命前加字不能去，所以呢过命同形，哎，很简单。再看第三个，这个是 drip， 是我想啊 drop， 最后一个啊，咱们最后一个再读啊，是它就是不变韵母，还是发 o， 然后加一个波就行了哈。哎 drop， 整个再来一遍啊 drip， drop， 哎，前边发本来是 drop， 哎，把 a 弱化发成 哎 drip， 后边是 drop， 挑选。你看它的变化呢，前加本身是爬，不有前加字不变了，四个都带爬，然后两个同形，后加仨两个同形。但是呢它这有了一个什么变化呢？因为它的现在时是这个元音是 a， 所以呢最后一个变成了 o， 它要按那个o a o 的规律来变。就是如果这个声母是其他的就不用变，声母是这个叫o 跟 a 的才有这个变化。但是那个现在时本身不变，所以你不能给现在时加哪弱，哎，就记住这个就行了。就是说它有两种变化形式，一个是现在时是 o 的，那就后边是 o a o， 一个是现在时是 a 的，那就是变成 a o， 哎，就是现在时是不变，现在时基字。对，好，下边看分析。这个分析可能啊，咱们就佛经论里头可能用的就常用一些，像前边那些生活用语啊，用的这个少一些。缠是不是烦恼？不用这个啊？不是，它这个就是动词动作，就是缠东西，哎，绑东西、缠东西的缠，不是烦恼，那个烦恼缠是那个名词。分析咱们看怎么读啊？倔，这个看一下它的变化。首先说它的元音是哪弱，所以它就决定了是 o a o， 哎，这个好办。然后呢前加字不变，所以前俩同形后俩同形，后俩同形就是那个元音不一样了，哎，就是说从变化上的前俩同形后俩后俩同形，如果要是不算元音的话，四个都同形是吧？它这个是后边也不能加是吧？后不能加仨，所以等于没有变化。前不能前加字不变，后不能加仨，那就没变化了。没变化四个呢全一样，就变了一个元音，所以这更简单了。所以这分析就简单了。这个跟咱们心经里头学的那个行菩萨行菩萨行的那个行，戒吧啊，哎，戒吧，哎，就是这个变化，就是什么都一样，就是一个元音变化。
这是一个类型。下边看装饰，装饰是哪个词儿呢？一看熟悉，就是那个参，参是那个相，是吧？参堂丹吧啊，十分有相啊，有吉祥的那么一个孩子。他要是当动词的时候呢，参八，参八就是什么呢？还是跟相有关系，叫打扮。你看他这写的是装饰，就是装扮。装饰，装饰就是还是打扮那个相，是吧？把那个打扮的漂亮一点，装扮了就有可能有那个扮什么角色呀，什么装成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装出一个相来，打扮出一个相来，弄得漂亮一点，就这么个意思。装饰，这是名词呢，是相。它的最基本含义是什么来着？是名字的敬语，是吧？然后呢，它的引申出来的这个抽象意义呢，是标记、征候、符号，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佛经里头经常译为相，它的变化咱们也看一下。它的原因是啊，所以呢，它要变这个就是哦啊啊哦，按照这个规律，头一个不能变，所以只有最后一个加哦。然后它呢，前加字不变，后边是拿。后边是拿，就咱们说了，拿、ra、拉这三个呢不能加仨，所以它等于是不变，就等于全部变化就加了最后命令是加给哪若，所以你看这个看着复杂，实际上是越来越简单。咱们再来看一个撕，这就是撕东西的撕，撅，撅。这个前加字不变，后边是呢，后加字是拉呢也不能加仨，等于是全部不变。原因是哦，所以呢只变个原因哦啊啊哦就完了。所以这个有前加字本身就带前加字这个动词呢，变化反而简单了，反而少多了。再看一个剃头的剃。这个一个是剃头的剃，这个你们可以多写几个。捡东西，捡；铲东西，铲；抢东西。咱们说，比如说这个面上脏了，拿一个铲子抢一抢，铲、捡、剃。然后它的这是具体的动作，然后它的抽象意义呢，叫削弱、减轻、弄薄。削弱、减轻。有这个意思，这是这个，他这就是写的替了，咱们来读一下它的发音啊，狭，小，它的变化呢，前加字不变，后加字是ra也不能变，等于是不变。原因是啊，所以呢，最后一个变成哦就完了。所以这个前加字是塔。爬麻的呀，越弄越简单。最后一行，咱们看这个派遣是它这个呢是前加字不变，原因是啊，所以最后呢加个哪若，命令是加个哪若，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后加字是卡，后加字是卡呢可以加在后加字仨，所以呢。它就有了一个变化，就是在后加字仨，在后加字仨可以加在哪儿呢？可以加在过去时跟命令时前头，所以就只有这么一个变化，跟原因的变化跟那个第一行、第二行它们一样了，就是能加后加字仨。从规则上说比较简单，没事你就读一读，熟悉它的规则就行了。下边翻过来，咱们来看这个另外两个前加字的变化情况。第六个就是这个前加字是卡的，最后一个就是前加字是啊的，就剩这么两个了。咱们现在先讲这个前加字是卡的，说前加字为卡的一部分与前加字为塔、爬、麻的相同，就是跟上边一样。跟上边一样就是什么规则呢？咱们现在也总结一下，就是有前加字的动词是前加字不变不动，四个都不动，就完了，就这么一个规矩。由于它这个不动呢，会引起其他一些这个，比如说前加爬废掉了，那个去前加废掉了，那就只能加后加字仨了。如果后加字仨也不能加呢，是塔、
他拿拉拉这4个的后加字呢，哎，那就整个不变了，最后就剩一个 o a r o， 哎，反正简单了。咱们来套一下这个前加字卡的这一部分啊。第一个是这个拧，比如说洗了衣服把它拧干，哎，拧脚，拧有脚的那个意思，这个动作啊，揪，锯，哎，咱们看一下它的变化。前加字卡不变，这个没有后加字，所以呢后加可以加仨，它就等于说只能加仨。原因是无，所以呢原因也不变，那就只是加后加字仨。后加字加谁呢？只能加过跟命，所以等于说它只有这么一个变化，就是过命加个仨，变成了就是说4个形态实际上是2种，一共2类就行了，跟那个前边是一样的。再看后边这个剖，这个先来读一下啊，又，哎，这个卡后边牙一有了上加字前加字呢，它就要读高调，读平声，然后后边卡呢又把它拽下来，所以读这个4声。又，这个先说它的意思吧。剖呢，剖有这个，就剖就是扔出去了，它还有这个撒，剖撒就是撒花，天女散花，撒花撒化肥，哎，投扔出去投，还有这个抽象一点的呢，有遗弃，就是把什么东西给扔掉，甩动摇摆，有这么就是一个是具体的动作，就是扔出去甩出去，这个撒出去，哎，都是这么一个具体动作。抽象一点的呢，就是给把东西扔了，摇摆甩动，都是稍微这个引申一点。这个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化，它元音不变了，都是无，前加字不变，只能剩下一个就是后加仨，哎，后边2个加仨就完了，所以变化比较简单。下边一个呢，佛经里头出现比较多，就是圣者说的时候啊，都用这个字儿，哎，凡夫都是用那个妈呀什么，这个圣者就是用这个字儿，叫颂，哎，就是说的敬语。这个它的变化呢，也是因为元音是无，所以不变。前加字卡不变，后加字是啊，所以可以加在后加字，所以呢就是过命加个在后加字就完了。所以你就记住这个前加字，有前加字的这些动词啊，变化呢就变得简单的多了，就只剩一个那个加不加仨的这个变化了。元音也有一些变化。咱们来再看下边一个，这个细，紧靠就是挨着，就是紧挨着，哎，这个抽象，这是动作，抽象的意义呢就是接近、结伴、陪同这么个意思，就是具体动作呢就是紧挨着，哎，然后抽象一点可以说谁接近谁，跟谁这个陪着谁啊，跟谁作伴，有这么个意思。咱们看一下它变化呢也简单了， k 固不变，前加字卡不变，只能后加字就是说仨加在过跟命后边。下边这个字呢比较常用一点，借东西的借，哎，压，哟，哎，借东西的借这个常用一点。变化呢也是很简单，你看这个前不能加爬，后不能加仨，然是后不能加仨，不能变就剩个元音变化，因为它元音是啊，所以最后加个命令式就变成哟，哎，这个最后一个呢也常用，听是这个咱们先读一读啊，三熏，哎，它这个前加字不变，后加字呢也不能变，它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领有动词存在动词的那个拉丁，
哪在什么地点存在的那个，所以呢也不能加，不能变了，只剩一个元音变化了。然后呢，这是大部分了。然后后边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什么特殊情况呢？这个要记。这个，因为特殊情况呢，它这个你熟悉啊，你对记单词很有好处。你看啊，这个特殊情况是一部分声母有变化，就是这个前加字卡呀，有一部分动词变的时候啊，声母有变化。过就是这个过去时啊，前加字卡变成爬，就是这又有点那个塔栅不能变，就是强行给你把塔栅去掉，硬按照那个16字节去变那个味道。就是叫抢回主权。哎，对，这个咱们就慢慢在脑子里找这种话来形成，实际上就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啊，就帮助记忆了。不要说最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表达，就是有个别的时候啊，这个16字那个就急了，就强行占领啊，把这个过去时呢，把那个卡呢硬变成爬，命令式呢就把那卡给那个去掉了。这个等于是它等于把爬去掉。哎，对，就是属于强行占领。把我那会儿用了一个叫这个真主人把那个假主人给那个一脚踢开哈，我是根儿啊，那个仨对于那个塔栅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前加字实际上没有这种真假的关系，但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16字诀是这个原则。恢复形式主权。对，恢复形式主权，对，前边那是基本主权，后边这是方便，一个是究竟说，一个方便说，咱们这样就一开玩笑就把这个记住了啊。过去时它可以硬加个爬，命令是硬减掉咔。注意后边还有一个变化，这个也很重要。这个鸡字啊，不送气变送气。这个怎么记呢？这个有一定道理，咱们结合字讲的时候啊，这个韵母变化同前，但有少数过名不加撒的，这个就是韵母变化等于也恢复了这个主权，但是呢，这个有少数呢，它这个没有恢复了。咱们记的时候呢，用具体单词啊，其实更好理解这些规矩。咱们就用第一个具体单词来讲这个啊。你看，第一个是打破，把什么给这个打碎、打破、弄破了啊？咱们先读一下，架，错。咱们看规矩啊，前加字是卡，本来应该是不变的，结果呢，这个位还能保持住不变，实际上啊是，咱们到后边学的时候啊，实际上咱们也可以记住什么呀？也可以记住它是变了。就是整个后边变了，后边那个前加字是的时，也有一部分动词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呢？未来时的前加字硬变成卡，你记住啊。所以这个卡这个呀，你记这一套的时候啊，不记两套，就记一套。就是说什么呢？有个别的这个动词啊，它就是要未变卡。这个不是未变爬了。未变卡，然后呢过变爬。然后命呢，这个不送气变送气，这样记。就是有一类动词啊，就这样变。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一类动词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一个是前加字是卡的，一个是前加字是爬的。这两种这个动词里头啊，都有一些个别动词有一种什么变化呢？就是未来时前加卡，未来时变成前加卡。过去时变成前加爬，然后那个命令式呢，不送气变送气。这个前加卡呢，正好跟这个它本身就是前加字卡，所以它俩重了，所以呢，也可以说它不变，也可以说它变。我觉得记成变好，记成变呢，你就记一个规矩就完了。就是有一种动词呢，就是未来时前加字变卡，过去时前加字变爬，是这个命令式不送气变送气。这个不送气变送气呢，也讲一个道理。你看啊，加是不送气的，掐是送气的，不送气变送气，它都是那个同行啊，就是横行同行来变。说为什么要这个命令式变成送气呢？它有这么个道理。这个命令式啊，一般是叫人干什么，你得用力气。用力气的时候啊，
送气就用力，那个明白吗？真的是这样。你比方说加掐，他说加这个那个就是这个命令式啊，命令的不厉害，你知道？他要命令的厉害点，把这个气就出去了。哎，加掐啊错，哎，命令是这么记。命令是为什么要这个不送气改成送气？就是他要这个加力啊，他要出气儿，他要这个这么来记。所以现在咱们记了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前加字卡跟前加字啊的这个动词里头有一部分呢是这样变啊：为前加卡，过前加爬，命是不送气，叫命改送气。哎，自主动词一般是及物，因为它是自主动词，自主动词一般是及物，但是不是完全那个就是重合的。然后咱们来看这个的变化啊，第一个咱们再重复一下，这是一个特殊的变化了。这个特殊的变化就是什么呢？未来时把前加字改成爬，过去式把前加字改成爬，这个命令式呢不送气改成送气。然后那个元音呢还有一个变化是 o a a o， 所以呢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哎，这是一种特殊变化。至于这个口诀怎么记呢？我刚才说的，咱们再重复一遍看看行不行啊？叫前加卡位，是吧？前加爬过。我刚才说的是，你们觉得这个位过放在前头还是放在后边好？位前加卡，过前加爬，命改送气。命改送气。咱们回头自己来琢磨吧。现在先不琢磨，回头你们。更简单，就是为卡过爬要送命。要送命，命送气啊！为卡过爬，命送气。哎，你不是那个为什么都在前头吗？都在可以。你看这样的叫为卡过爬命，咱们把那个都放在前头，命送气就行了。命送气，暂时先这么定啊。那咱们就照这个七字诀来套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弄断，把它弄断，这个也是个常用词，咱们来看看啊。弄断怎么弄断呢？ o a a o， 这是一个变化。这个叫为卡过爬命送气啊。你看啊，为卡前面变卡了，对，变卡了。过爬前边过爬了，命送气加恰，加不送气变成第二行送气恰却。好，咱们来读一读啊。倔借却。你看啊，你要读借呢，却就是一个送气不送气，好像这个一送气啊，好像显得这个厉害一点。再来过一遍啊，这个规则呀，咱们就叫为卡过爬命送气。为卡你就不管它，你就当成说因为它这一套的呀，你这样一记好记，就是凡是有这种类特殊变化的，一看你就你不管它什么，你就为卡过爬，你看过爬命送气加恰改成送气了，一下就省事儿了。然后再变个 o a a o 就出来，挺好啊。下边咱们看派遣是常用了，咱们例句里头已经出现好几次。东当通，咱们来看看啊。你看你记住这个叫为卡好过爬命送气，搭的送气是搭他就是搭变成他，接着变成送气，变成第二行，第一竖行变成第二竖行，不送气变送气，不是东了就成了通，通了。
你看这么一个七字诀，好，也解决这问题了。太浅也是符合七字诀的。再读一遍啊，咱们这个加强印象，这常用词多多啊。东、当、通，哎，再看一个，这个是杀死啊，杀死。他之所以以弄死啊，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他就是不管你杀的形式，你比如说你弄毒药弄死，你把他推到井里弄死，你把他想办法给他提供一种什么条件，反正就是弄死。哎，他这个译的还是很好的。杀死呢，好像有时候这个窄一点。先读叫血，看变化，变化是胃卡，过爬，命送气。它这本身这个不是那个前边5个第一竖行那5个了，所以它不存在这个送气不送气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好记，就是说这个送气不送气呢，是那个送气的词儿啊。注意，送气的词儿是那样，送气的词儿就是第2竖行跟第3竖行是送气的，就是那个嘎加达巴扎，这是第1行不送气，然后咔嚓塔巴擦，咔嚓塔巴擦，就是第2竖行第3竖行是送气的，别的不存在这个送气不送气的问题。所以呢，变化就是按那个竖行去变化就行了，所以仨不存在送气不送气的问题，所以就不变了。你看他这么一弄呢，就等于是胃卡过爬，命送气不存在了，送不了气，所以不送气了，所以就所以七字诀又解决了一个问题，杀死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总结这七字诀呀，对你记忆有好处。你如果记忆说我不记第2个，你不但多一套口诀，到时候还会多一套那个思维，就是第2个是什么，它到时候乱。你就记住，凡是这种特殊变化，全部都是胃卡过爬命送气。这样的话你那个就是一看这个过爬，那前边一定是卡，就这样来记。下边一个啊，包裹，这不是这个名词，它是动词啊。注意，包裹就是你把一个东西包起来，把一个东西裹起来，不是这个说邮件包裹，不是那个，不是名。咱们来先读一下啊，咚，这个胃卡过爬命送气，哒变成他。注意。这个元音是乌，所以呢没有元音的变化，也符合七字诀。但是这儿注意，这个命令式啊后边加了一个撒，这个命令式加撒，过去式加撒呀是正常的。现在他这个你看上边说，但有少数过命不加撒的，他这是选择这个少数过命不加撒的，就是说后边要加撒呢，出现撒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七字诀呢是都通用的。所以你七字诀帮助你记忆这一类的这个动词变化的这个变化形态。你这样一记啊，胃卡过爬，你一看就一看这个是这一类变化，你就明白。这个你看这个咚，你读起来，你这个命令就气就不足，说痛，这一下就命令就这个，所以。那个一命令啊，这个好像带点这个生气的样子哈，所以呢就不能咚就轻了，就痛啊，去啊，你看咱们去也是送气的啊，就这么开着玩笑来记。最后一行就是咱们前面用过的那个替，但是不一样。你看啊，前边那个替，你看啊是霞，是这个前加字是爬，注意。这边这个 t 呢，前加字是卡，它这个前加字不一，它们的这个意思呢也稍有不同。这个 t 呢，它是什么呢？刮，有那个刮的意思。刮胡子的刮，剥掉，就是把那个表层皮儿剥掉，剥掉，铲除。这个 t 呢。这个卡的这个 t 啊，你也可以这么记，
这个我看这临时看的啊，这个钱家字是卡这个剃啊，你这个钱家字这个卡呀，它像一个那刮胡子的刀，不是刮那个剃光头剃刀，是吧？这个卡像剃刀，所以呢，它刮剃刀是刮的，哎，所以它这个剃是刮剥掉，把这个表层剥掉铲除。53页这个剃呢，它前边是耙像一个铲子，是吧？像一个铲子，所以呢，它有铲、弄薄、削弱、减轻，它有铲的意思。所以一个有铲的意思，一个有刮的意思，你跟那个钱家字结合起来，哎。不过这些啊不是常用字，咱们那个佛经里头不常用，练习记。但是不是常用字也得记，它有时候会帮助你记忆这个理解其他的动词，而且这个动词啊值得下功夫，动词在这个句子里头是个核心。好，咱们来看看这个 t 的变化。这个未卡过耙命送气，因为它不是那个送气行的那个字母，所以也不存在送气。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不变。基本上不变呢，它有一个元音的变化，那就元音变一下就完了。哎，所以呢，这学了一类这个特殊变化的动词，你实际上记住这个之后啊，你就就好理解好多动词它为什么能变了，就主要起这么个作用。下边是最后一种钱家字，就是钱家字啊。哎，咱们来看啊，钱家字啊。刮没念哈，对，没念，咱们念一遍啊。霞学，哎，好，剩最后一种就是这个现钱家字为啊的一部分声母不变，这就是就是按照那个就是最广大的这个在钱家字的那个变化，就是最普通的啊呢，也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就是随大流的，咱们来随大流。随大流的是什么呢？随大流的是就加个过命加个撒哈，元音变化一下，因为它钱家字不变嘛，所以呢这是最简单的。咱们来看啊，有一部分钱家字啊的是随大流，随大流的意思就是钱家字不变，过命加个撒。元音有一个 o 啊啊 o 就完了。咱们来看啊，第一个是先来读一下 ，ch， 哎，这个前家字不变，是这个后家字呢，就是过命加个撒，元音呢啊变成 o， 哎，这个随大流的好记啊，表演。看这边这个字咱们学过哈，说到处流浪落个这个叫什么败落的下场啊，就是那句话。咱们看啊 ，cam， 这个前家字不变，后家字呢就是那个过命能加个撒。元音呢啊，最后变个 o， 哎，流浪。下边一个呢搏斗啊，是井，哎，这个呢也是前家字不变，这个元音也不变，元音是 k 固，所以不变，就是过命加个撒，哎，这是一种最普通的。这个就是带钱家字的最普通的一种变化，跟那个前边所有的那些大流一样。下边一个是打扫，打扫跟那个恰猜落的恰有点这个相像哈，就是如果去掉钱家字啊呢，就变成了那个恰猜落的恰。恰是什么呢？恰是那个手的敬语是吧？哎，所以呢有手，用手干什么呢？就打扫，是这个手的最普通动作。咱们来读一下啊，恰，这个的前家字啊的变化是最普通的，前家字不变，过命加撒，啊变命令式的啊变
就完了。下边一个是放牧，是搓，雀，这个有点像人哈，像一个人拿鞭子放牧啊，就不过这个个人感觉不一样，你自己来来记。我是记那个，要是马窝、抹窝的搓是什么呀？是胡，是吧？我是怎么记呢？我觉得那个马不是母亲吗？母亲胡，那个，这咱们都说那个江河呀是我们的母亲呐，是吗？对，所以呢，呢也就觉得他好像像一个人拿个鞭子一个放牧一样，自己来想各种办法来这个区别他们啊。实际上你稍微联想那么一点啊，两个就稍微带点那个东西的记忆哈，你就记住了。看它变化规律，千家字不变。注意，这儿又出了第三个哪若不变的。咱们前边出了两个，一个是炒菜的炒，一个是耕地的耕。放牧也，一个是你务农不变，那放牧也不变。放牧为什么这个也？你放的东西都有俩大耳朵，都是在上边撅着，是吧？你不能那个动物没有耳朵呀，所以所有的都得有个哪若。放牧也跟那个耕地那个草有关系，放牧都得有草，这个草呢到处都得有，所以呢放牧也不能这个变啊，也是全是哪若。碰到第三个这个都不变的。这个看它的变化啊，说前家字不变，现在元音不变是个特殊的，然后就只能过命加撒就完了。行，这放牧也好记。下边是抓住。抓住呢读啊是局，这个前家字不变啊，那个写就不变啊，元音也不变，就只能过命加撒，就简单。到现在为止啊，大部分这个动词的变化已经学完了，就是这个基本上已经这个大部分就是这些。下边呢是一些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呢，特殊处理，咱们就慢慢的来啊。特殊情况，看这个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呢？说一部分过命啊减啊，这是他单独的特殊情况了，只有啊有这种情况，就是过命减啊，其他不变。你看这好记倒是好记啊，但是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咱们前边七字诀总结了一个特殊情况了。现在呢，这是第二个特殊情况啊，就是过命，最后两个呢，把啊去掉。你看这变化规则很简单了，比如说第一个背负，就是背东西，咱们来读啊，哭，什么变化呢？过命减啊，过命去前家。本来原来这个去前家只是命才有这个规矩哈，现在呢扩展到过，不要去联想那什么规矩，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规则，就是个特殊情况，就是有很少的一部分前家字是啊的动词呢，就是过命，把这个命的去前家给扩展到这个过的身上。我记得四个也好记。你要想背什么东西，先斜着，然后带着，最后呢弄完了揉针了。对，反正就是你就采取各种办法，这个四个特殊的就不用。这四个呢，还像这个携带啊常用，这个带领常用，带领经常这个它因为有引导啊，导师引导你去拽东西，有这个扑日呢。扑日也，这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叫女的跟男的吵架了，你看，携儿带女背着东西揉着眼泪，揉了揉什么？揉着眼泪。背着儿子，携带着这个女儿哈，携儿带女，背着包啊，携儿带女啊，哭着走了。这几个就是啊，那我再给你加一个，这个最后这个扑啊。它一个是揉搓的意思，揉搓抚摸，挠痒痒的挠，这个都是这个扑日。还有一个咱们学过飞行，
那个俺把那个普星缺完了。远走高飞了，这就是说是要那个。对。离家出走。离家出走飞了，这普日有这个飞的意思。咱们来。他为什么这样呢？就这个规则也记住。他为什么要走呢？就是因为过去啊。她丈夫呢老命令她，怎么命令她呢？是吧？这样的。所以他现在处理的目的就是过去给命令的我不要了。好，反正就是这么说笑，可能你就有个办法记住了。好，咱们来读一读第二行那个携带是 k， 咔压大就变成了咔的 k， 没事练这个发音，携带，这个变化就是政委说的这个，这个离家出走，所以呢，过去的命令的那个呀，我就是为了把这个过去你命令我的这个讨厌了哈，整天把这个扔掉了。好，下边带领，看去，你看这3个动词都是机字，都是咔，也是有点特点的哈。3个动词都是咔，携带东西，那咔有点好像一个人背一个包的意思啊，不能用背包，它因为是携带带领，自己来这个记吧。最后一行这个扑，就是咱们原来学是飞行，它实际上还有这个揉搓，这个飞行跟揉搓这个也有点，飞行就是老是揉搓这个揉搓这个揉搓空气也可以，对，用它的翅膀揉搓空气，对，因为它有抚摸的意思嘛，抚摸空气你就瞎联想吧，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过去了，下边一个特殊情况，咱们来看一下他说一部分机字为清音的，清音，一会儿咱们跟那个具体的来这个结合，你就清音浊音，浊音是声带振动的音，清音是声带不振动的音，就是这个用口型做出来的音。未过机字送气变不送气，就是命令是不是把不送气变成送气嘛？为了加强，你倒过来记，说这个未过前边中间这2个呢，他们就是把送气变成不送气。命令是要送气，命要送气，这2个就要不送气，它这是个规矩，你这样来记。所以未过呢，机字呢，它是送气的，现在要变成不送气，跟那个命令过对着来，较劲儿。命令不好，命令送气，他老命令人，这个不好。我们呢就要这个和气就要不送气，所以这个未过呢商量就是要把这个送气他感觉不好，把它变成不送气。或塞擦音变擦音，塞擦音它就是带那个咱们说了色音，就是那个也是那个憋住然后突然爆发出来的那个，就是比较这个跟送气也差不多，你一憋住一爆发它也是一种送气，所以呢等于也是这个送气变不送气。塞擦音指的是？塞擦音主要是指的那个加掐擦加掐，就是又有阻碍又那个发出音的时候在口里头又造成摩擦，气流造成摩擦。堵塞，这个塞就是一开始先把那个气流憋住，然后堵塞，然后突然爆发出来。它变擦音是变形。咱们后边还是还是来看具体的，你一看呢，它就比较容易记住。这样记这些单独的这个就是这些名字呀什么，好像看得挺乱，实际上一看具体的呀，咱们就记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命令是送气，人家这个过去是未来时人家不送气，把这个送气变成不送气。然后咱们看变爬，好，这一回这个又恢复主权了哈，整个恢复了。咱们要不休息一下吧。好，咱们接着来这个绝大部分这个动词的变化咱们已经学过了，现在剩下这个
前加字是啊的，然后前加字啊的大部分这个就是河大流的也学过了，现在就是在讲一些这个前加字啊里头啊有一些特殊情况，这个呢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就是说你这个基本规则已经掌握了，像这些特殊的呢，就作为一个特殊理解，甚至你也可以特殊记忆，反正就好办多了。下边呢，咱们也来看一下这几种特殊情况啊。55页下半节咱们看啊，这个前加字是啊的这些动词呢，咱们现在讲的都是自主动词，都是就是刚才说的自主动词，一般是及物动词。这个它这个前加字是啊的呢，有一部分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它的基字啊是清音的，有一部分基字是清音的，它送气变成不送气。你看这个词好像很那个复杂，实际上你看到里头一看呢，都很熟悉，都是无非就是那几行字母。下边看一下它的，一个是基字送气变不送气，这个怎么记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命送气，就是命令式一般是用送气的，反过来说过位呢就不送气，跟它对着干。所以这个你就这样记，说这个过位呢要把送气变成不送气，那个命令式呢要把不送气变成送气，它俩是相反的对着干的，这么记。第二个就是说啊变爬，就是这个过位未过这两个啊变爬，这是一个这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未过变成不送气的时候，它的那个啊要变成爬，跟这个不送气联系起来。未过就是中间这两个，它既变不送气，又要把啊变成爬，其他的不用记了。其他的这个就这两个，这一组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这两个，就是中间那两个就是未过，送气变不送气，啊变爬。回头怎么总结，咱们来这个学了之后，咱们再来试啊。咱们先来看具体例子。第一个采集，先来读一下啊，突嘟句去，看一下它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时是送气的，现在时是送气的。现在时送气呢，就跟那个 o r o 似的，中间那俩就变了，变成不送气。它是第二竖行的送气，就变成第一竖行不送气，哒哒他拿，哒他哒他，就是变成不送气，它变成哒。你看这个送气不变不送气呢，无非就是第一二行来回变一下，所以呢，那个你一看具体的例子呀，一看到具体的字母啊，反而好找。你一看那个什么这个擦音那个音什么，反而这个弄不清。就是记住有这么一个类型，就是什么呢？基字是送气的呢，后边两个变成不送气，别的对了，变不送气的同时呢，前加字变成爬，就这两个变化。未过不送气，啊变成爬，前加字啊变成爬，就这么个特点。你看啊，未过一个是变成不送气的哒，一个是前加字变成爬，这么两个变化完了。到这个最后一个命令式呢，命令式是按照老规矩来的，是吧？去前加后加仨，按老规矩来的。就是说，除了中间这两个是特殊的呢，别的呢按老规矩来。回头怎么总结口诀啊什么，实际上有时候啊，可能也不用总结口诀，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数量比较少，对，知道个印象有这么回事。弄个口诀呢，反而这个到这个弄得太隆重了。好，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吧，多读啊。突嘟句去，采集就是到野外这个采集草药、采花什么，反正就是采集。下边一个可常用了，喝水的喝这个常用。咱们先读一下啊，通动痛，看一下它的变化。它的这个基字是送气的清音，现在要变成不送气，跟前加字变成爬。你看啊，它变成哒，
不送气，前夹子爬，打他，你甚至可以慢慢联系的这个不送气跟那个爬就越来越联系越紧密，就是他俩，你看别的都没变，哎，前夹子变爬，这个鸡字变成不送气。最后一行呢，完全恢复老规矩，就是后加撒，前去爬，哎，这是一个这个特殊类型。再来一遍啊，通咚动痛。第三个捆绑读一下啊，是 key， 哎，是这个咔是第二竖行的，是送气的。现在呢，要变成不送气，还要把前夹字变成爬，过位中间这两个。这样的话呢，你看啊，前夹字变爬变不送气，嘎就变成了 g， 然后最后呢又恢复老规矩，后加撒是这个前去爬，哎，恢复老规矩，这是一个类型。下边这个字咱们熟悉了啊，缺瓦来啊，就那个俺巴秃形缺瓦来，这个大雁飞着呢，到处找啊找，哎，缺，哎，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律。它的这个元音是哪弱，所以就来了一个 o a a o， 这是一个元音的规律。然后呢，它是错，咱们说过恰，那个不是那个，这个错呢是这个送气，擦是送气，然后擦变成头一行不送气，前头呢变成爬，这是一个类型啊。过位都是送气变不送气，前夹字变成爬。然后最后这个命令式呢，由于它去前加后加撒，由于它后边是那个拉军，所以呢不能加那个撒，所以就光这个把前夹字去掉就完了。命令式还是比较规矩的，哎，这就是这么一个类型。下边一个呢是这个也是咱们学过的，这个掐猜就是这个猜是吧？掐猜喽，致敬。这个掐是手的敬语，猜是做动作，就是手做一个动作，或者说做手的动作，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敬礼了。这是猜，掐猜喽的猜，咱们来读一下啊，猜在缺，哎，致敬的致，做什么的做。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它有允许、希望、需要，哎，先记这几个吧，就是顺便加强点印象，以后慢慢的呢，在那个允许、希望、需要，还有知道、吃饭。其实吃饭这个呢，咱们也那个碰到过这个，就是有一个叫猜妈是食物，把我的饭送到这儿来，就用的猜妈，就是这个是吃饭的吃的一个动作，它呢加上一个妈，名词化之后就变成了食物。平常就是在那个经论的最前头掐猜咯，哎，用一下。这个变化也是个特殊变化，就是什么呢？叫未过呢是送气变不送气，然后同时呢前夹字变爬，然后呢元音是啊，所以最后呢元音要变成 o 加那弱，然后前夹字呢，注意这前夹字没变，也没去掉，这是个特殊情况。后夹字不能加，所以这个掐猜落的猜这个掐猜落的猜呢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个前夹字呢没去掉。最后一行是非常非常常用，因为那个经里头啊老是在解说这个谁解说什么谁解说什么，老是在解说，这就是那个解说的那个解说。这个先来读一下切这个解说这个很常用。这个解说就是有一个原文，你对这个原文再进行详细的解释。
它的变化呢是送气变不送气，注意这个掐呢本来是加掐，那个按竖行它应该变成加，但是这个地方呢变的不是加，变的是下，它也是这个一种变化。这个说呢，因为用的经常，所以你就用这个说字就硬把这种特殊类型就记住了。说这个用的非常经常，你就这个切谢血硬把它记住，就是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这个送气变不送气的同时呢，过位的前夹字变爬。最后一行呢是这个，因为后边是塔扎不能加撒，所以后边不变，前夹字爬去掉。然后呢这个哦加一个纳若。你像那个最后这个血呀，你记去前夹字好，说它都加了前夹字爬，最后命令式呢是去前夹字，这样的话你就合规则了。好，剩的不多了，还剩2种，咱们也过一下啊。这边还有一个单词，翻过来，这边有一个单词是这个握，握手啊，它这个握有这个掌握，就是拿住。掌握现在咱们一般是那个变成抽象名词啊，掌握。实际上掌握就是用手掌把它那个抓住，支持有这意思，这是基本动的动词。然后它引申一个抽象意义，引申什么呢？记忆，就是你把这个东西记住了，就是你掌握了，就是你抓住了，就是你攥住了，握住了，所以它引申一个记忆，还有一个想念。它这个如果要是当成名词用的，就是指一个东西的那个把柄，勺子的柄，杯子的把，把柄，它这个名词呢就是这个意思。咱们来先读一下啊，枪将冲，这个看一下它的变化。是送气变不送气的同时呢，前夹字变爬。然后这个呢，按规矩过命后都加撒，这是恢复主权了，恢复老规矩了。过命加撒，然后这个命呢去前夹字，再一个元音变化是哦，这是一个类型。下边还剩2种特殊类型，咱们来看一下啊。下边一种特殊类型是，这都是前夹字的前夹字的特殊类型比较多一些。下边一种特殊类型是什么呢？一部分基字为着色音的，着色音谁呢？就指的卡跟塔，就是说这特殊的这个比较具体了，就是说前夹字是基字是卡跟塔的，它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呢？基字过去时变不送气清音，就是这符合刚才说的叫过位呢都变不送气，它这个卡跟塔都变成不送气的清音。命令式呢变送气清音，还是老规矩，命令式送气，这个过去式不送气。基字为爬的，就是前边是基字是卡塔的，基字是爬的呢是过命变送气，过变送气，你看这个违反规矩了啊。然后这个你看后边这前夹字未来时那个要变成塔或者是卡，你看这有这么一种变化吧，就是前夹字是的呀，到未来时呢它的这个前夹字变卡或者是变塔，过去时呢那个前夹字呢要变爬，这又跟前头合了。命令式呢减这是老规矩。所以这儿就是基字为爬的呢，正好跟那个咱们前头说总结那个你就记住有这么一种类型，就是叫未卡过爬命送气，那个一个就把这个给那个就是概括进去了，就是然后那个都不用管它，那个后边都是老规矩了。就是它这等于说这种这个特殊情况呢分2种情况，一种是基字是卡跟塔的，这个呢是什么呢？是过变不送气，命令是变送气。
还有一个是鸡字是爬的，是过命都送气，哎，然后呢，这两种合起来啊，都是前加字啊，未来时变成卡或者是塔，过去时变成爬，这两种情况都是这样。咱们还是看这个具体的词儿来这个过一过啊，加强具体印象。第一个是劈开，劈开呢是这个，其实咱们前头见过，它这个主动动词呢劈开它是一个样子，然后那个被动动词自己裂开，咱们也是给也学过。咱们那个看这个劈开啊，给看它的变化是鸡字前加字是啊，鸡字是卡，鸡字是卡呢，它是什么呢？叫过去时变不送气，过去时变不送气就变成了这个嘎咔卡嘎，哎，变成了第一竖行的嘎，过去时变不送气。命令式呢变送气，命令式变送气变成第二竖行的那个咔，哎，所以这个等于那个第一横行啊，变的就剩最后那鼻音没变，没用上。你看它都是他们这个本来是第三竖行的字，结果呢过去时用第一竖行，是这个命令式用第二竖行。你怎么记呢？就是过去时不送气，命令式送气，所以就不送气就是第一竖行，送气就是第二竖行。然后未来时呢？未来时发生什么变化呢？未来时是前加字变成塔了，哎，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前加这个未卡是吧？哎，未卡或者未卡啊。这个不，你可以这么记，它这个鸡字就是卡了，你就不能再卡了哈，那就干脆啊变个塔吧。也对，下面那个塔了就变成卡了。你看下面哎，卡就变成卡了，那个就不记了。卡变成卡就记成叫未卡就完了哈，那个就混进去了就。现在就是什么呢？说未卡，如果那个鸡字就是卡呢，你就换一个，换个新鲜的，不要卡，不要报那个卡两回，哎，这么记，哎，也给它就混过去了，就这样的话就有个道理哈，有个道理讲，哎。那咱们来看啊。劈开的这个动词变化，它是一种特殊情况。特殊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鸡字是卡，鸡字是卡的呢，你那个未卡呀，就不要再未卡了，就换个字儿，换成塔。所以呢，产生了一种新的类型。过爬，哎，还是过爬。但是这儿还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过去时变不送气，因为卡是一个送气的，所以过去时变不送气，所以变成第一竖行嘎。这个命令式呢还变送气，变成咔，哎，这形成一种特殊情况。当然特殊情况肯定是少数了，所以咱们就是这个理解，哎，在这个咱们再来为了加强印象啊，咱们再来读一下特殊情况，就是多熟悉吧。给，哎，劈开，这是一种。再用第二个来这个加强这个印象。第二个呢要比第一个常用，安置。安置咱们来看啊，它的特殊在哪儿呢？鸡字是卡，鸡字是卡，注意啊，未卡就不要未卡了，就换个塔，你看就完了。过爬，哎，过爬了。过爬了呢还要这个，咱们有些是过爬跟那个变不松气是连着的，所以呢过爬还变不松气，卡变成嘎。然后这个命令式还要变成送气，说变成那个咔，哎，这个第一横行三个变化全上了。然后这个注意啊，这个是o 呢，这是又是一个特殊情况，是不变，全部都是，下边一个也是。看来这个特殊情况里头啊，这个特殊情况也开始多起来了啊。这个咱们就先不管它了啊。这个安置是全是 o。咱们那个原来叫未卡过爬，哎，这还可以这个4个 o 吗？哎，4个 o。草根木安。你别后边还有俩了，一个解开，一个取出，越来越多，所以呢，咱们现在就不顾得上编那个了，咱们就先这个把规矩熟悉一遍，
安置呢，基本上这样就也形成个解决啊，形成了个解决方案。因为后加字是塔，所以不存在后边加撒的问题。下边一个啊，解开，解开这也是个咱们可能也常用，因为咱们是解开疙瘩嘛，解开烦恼嘛。这啊，没念，那对对对，咱们来念啊，你们提醒着点啊。安置来念一遍啊，是觉，再来一遍啊，觉，好，这是完了一个，下边咱们记着啊，咱们先念，解开咱们先念啊，觉，送气变成送气了，叉，变成送气了，再来一遍啊，觉，解开，这个解开啊，注意，解开是指你比如把绳子解开，把疙瘩解开，它这个有抽象意义，抽象意义就引申为什么？解释、分析、解释，把这个问题给分析一下、解释一下，也叫解开，也叫解开一种精神的疙瘩啊，解开心结，所以呢，它有解释的意思。咱们来看变化，它这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既是前加字是啊，又是基字是卡，这就是一种特殊情况。基字是卡的呢，它有什么特殊情况呢？第一个就是叫未卡，是吧？未卡呢，由于它已经基字是卡了，所以这个卡就不要再连着两个卡了，就来换一个塔。所以第一个变化就这么一点变化。未卡就把这个卡，因为卡跟卡一碰，卡就变成塔。然后第二个呢是过爬，一看过变成爬了。过不但变爬呢，还要变不送气，卡的不送气就是嘎，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最后一个呢，命令式还要送气，命送气怎么送呢？变成第二竖行的咔，结果呢就完成了。所以你看这个特殊情况就叫未卡过爬命送气，然后再加个叫咔咔的塔，咔咔的塔，对，好，这又解决一个。咱们下边一个也常用啊，这个种东西的种呢，栽种啊、种植啊，是指这个种一些植物了。它这个一个是种啊，它本身就有很多那个就是直接可以用的，什么它还有这个抽象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是设置，在这施设置一个东西，修建，设置修建，种东西是具体动作，抽象一个设置什么一个东西，修建一个就是在地上立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就跟种东西一样，种一个建筑。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个就是叫那个抽象意义的，就是加以什么，施以什么，做点什么。咱们前头啊那个句子里头出现过，这个意义先介绍这么点儿，然后咱们来熟悉一下它的变化。这是个常用字，咱们来看读一下啊 ，dip， top， 再来一遍啊 ，dip， top。这好像不熟悉，再来一遍啊 ，dip， top， 这是个常用词，所以咱们可以这个自己下点功夫，这个想办法记一记。先看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是什么呢？既是前加字是啊，基字又是塔，跟那个既是前加字啊，基字是卡，这是两个这个特殊情况。这个怎么变呢？第一个，你看这就用上了，叫未卡，是吧？你就未卡一下，注意啊，它这个有变化。它这个原因是枕抱，但是呢，它用了那个 o 的规矩，就是说有的这个原因呢，注意看那个上边那个它那个说明的最后一行后半截，
说过啊，原因未过，注意看啊，原因未过 o a 变 r a 变 o， 就是说这个 o r o 啊，特殊情况里头呢，有一种是 a 也算到里头 ，a 也参加，哎，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 o r o 呢，有时候呢，哎，也凑热闹啊，就是哎，有时候参加这个 o r o， 哎，这个就属于第一个，咱正好是常用词，咱们就用它来记，就是说有的这个诊报呢，参加那个 o r o 的变化，哎，所以它呢，你看现在第一个说未卡，把这个前加字 r 变成了卡，然后呢，哎，又参加了那个 r o 的变化，所以呢，把这个诊报给去掉了。去掉之后呢，注意它这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它的这个现在时本来是有撒在后加字撒的，但是呢后边呢把这个在后加字去掉了，这也是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本来应该后边加撒的哈，它这有撒呢反而给去掉了，这是个反常情况。但是因为特殊嘛，咱们就专门用这个重东西的重，哎，就记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未卡，好，解决一个。然后呢，过爬还捎带什么呢？叫送气变不送气，变成第一行竖行大。命送气，大呢又变成他，哎，命送气。这个诊报呢掺和人家这个 o r o， 所以最后还变 o， 哎，反正就是凑凑合合的把这个能那个联系上规矩，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就这么给它算概括进去了。语言有时候这个不讲道理啊，所以就是从里头总结的时候很费力，所以呢就是咱们大家共同来想一些办法啊，把它这个熟悉了。这个呢咱们就算熟悉了，就算这个特殊情况特殊记忆。再来看一遍啊，未卡，哎，变了未卡。诊报呢参加了 o r o， 所以把诊报去掉，还把那个后加字撒去掉了，这是它这个字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变成很特殊的这样的。然后过爬又变不松气，变成的，然后命松气变成拓。好，再读一遍吧，咱们这个就是多读就是没有错的啊。dib拓，哎，种植的种，记住这个字是常用字，可以这个背的时候多下功夫，而且就硬记住它呢，用它来记住一种类型，哎，也是一种办法。下边一个字取出，这个义字群呢加个前加字啊，就变成了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呢？既是前加字啊，这个基字又是塔，哎，这个它怎么变化呢？还是未卡，你看它就是很规矩，未卡就完了。然后过爬也很规矩，然后变不松气也很规矩，哎，变成均，然后后边变松气也很规矩。规矩呢，实际上就里头有不规矩了，就是都是哪座没变，原因规矩破坏了。哎，咱们来读一读啊，均均哎，今天这个灌的东西很多啊，咱们脑子放松一点，因为特殊情况嘛，你即使记不住关系也不大，是吧？它是因为特殊嘛，它不会影响你这个阅读太严重，哎，但是呢，实际上它里头还是有规矩，有这个规律的，咱们再稍微的弄一弄，哎，帮助记忆就行了。看最后一个啊，它这个上边提了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基字是卡跟塔的，一种是基字是爬的。看来这个基字是爬的呀比较少，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使下来，把一个东西弄下来。读一下啊 ，babe， 这个第二个注意了啊，第二个是塔后爬变成蛙，变成蛙之后呢，后边有波加个波，蛙后边加波，那个啊要变成弱化，要变成哈，哎，沃，哎，变成这样读了。后边破，
后边这个注意印错了，颠倒过来。你怎么写？你也可以把它画了，写到这个后边去，颠倒过来。爬是在后边的，坡是在前头的，把它颠倒过来。然后咱们还来重读啊。第一个是 bib walk pop， 两个不一样。第三个是pop， 第四个是 pop， 稍微有不同。再来读啊 bib walk pop pop， 再来读啊。咱们第一个不好读吗？第一个来跟啊 bib walk pop pop， 后3、4稍有区别。再来读，很难得碰到这个不好读的单词啊，咱们练练这个口型啊。bib walk pop pop bib walk pop pop， 就是把一个东西弄下来，看一下它的变化。这个既是前加字是啊，又是基字是爬，这是属于特殊情况的第二种特殊情况。这个前加字爬怎么办呢？它是叫未卡，但是呢它特殊，它不未卡，它未塔，这就是特殊记忆了。未卡就形成了一个那个塔后爬，又形成一个特殊读法，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了。然后呢也是把后加字仨去掉了，跟那个前边那个哪个情况啊？前边那个重，就是那个很特殊的这个重这个情况呢一样，把后加字人家现在是有后加字，反而把后加字仨去掉了。所以再一个它也跟那个种植的那个诊报参加了 o 的变化，也参加这个，所以就变成了很特殊的这个塔后爬的情况。第三个是过爬，这个过爬呢，注意八啪啪麻是第4横行，前边不能加爬，所以呢啪前边不能加爬，所以这个过爬就不能加了。过爬不能加了，它要变这个不送气呢，它也没变不送气，啪是送气的，所以这个呢是个非常特殊的。最后一个呢遵守元音是 o， 所以呢又加了一个 o。 所以像这个呀，像这一类的呀，你去总结它一个的特殊规律去反而没有用，是吧？你总结半天呢它也就它适用，所以你呢干脆就作为特殊情况特殊记就完了，反而这个总结规律反而这个不好，就是非常特殊，就是这么一个字。行了，就算过去了。再读一遍啊 bib walk pop pop， 像这种这个非常特殊的字啊，你反而省心，怎么着？就是不用那个去总结，不用，就多读一读，就记住它非常特殊就完了。最后一种类型是说这个前加字是啊里头呢有一部分基字啊是着色擦音，好家伙，既是摩擦音，又是堵塞音，又是浊音，谁呢？就是这个卡跟杂，卡跟杂，这两个，它卡跟杂，这种特殊它是怎么变呢？说基字啊，未变成浊擦音霞跟洒，过去时变成不送气青色擦音加跟杂，命令时又变送气青色擦音掐跟擦。像这些啊，你还不如就是具体去里头记单词去，记住一个单词，把它的那个这些记住了。前加字未呢变卡，过变爬，命减去，实际上这个咱们有这个规矩，咱们来看具体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一部分特殊的呢是基字是卡跟杂的。咱们看第一个常用词，这个囧，注意啊，囧啊不对，这说错了啊，这个囧后边啊有一个撒，你们加上，这是印书印丢了，这个现在时后边有一个撒，你们给它加个撒，这样的话读音就变了。
就变成 jom， 哎 jom， 好，咱们来读一下啊 ，jom， 熊 ，jom， chom， 再来一遍啊，加上后加字撒，这个读音就变成升降调了啊，是 jom， 熊 ，jom， chom， 征服这个字是常用的，常用在哪儿呢？这个 jom den de 出有坏，世尊的这个意义，这个就是用的这个jom， 就是那个这里头算是过去式是吧？这个意义咱们也讲一下 jom den de， 我看啊，咱们前边第一页就有，翻回第一页来。翻回第一页来，你看那个倒数第3行 jom den de， 咱们来熟悉这个音啊。这个过去时咱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对了，还翻回来咱们先讲意义，这样的话那个然后回去理解的准确一点。这个征服还有什么意思呢？摧毁，咱们来讲，有摧毁征服，好像征服有的是不摧毁，把它这个就是让它服了，这一种征服。但是它这个词呢，实际上有摧毁、灭除，就是消灭的意思。摧毁把它完全破坏掉，灭除把它整个消灭掉。它还有一个意义是抢劫，这带有这个强力这个强行解决的味道，这个不太讲理的味道。征服，意义是这样多。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呢，前加字是啊，正好碰上基字是卡，所以它成为一种特殊变化。特殊变化是什么呢？注意看啊，未来时呢，基字变成霞，霞撒呀霞，所以这个你找这个规律啊，什么你也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个，就是什么浊擦音呐、什么，反正我觉得就不如就是用一个词来记它这个。干脆记一个词，就知道都有什么了。未来时变成霞，然后呢还有未卡过爬命松气全都符合是吧？为这个前加字变卡，基字变霞，然后呢再一个还特殊什么呢？这个征服因为不讲理嘛，所以4个拿弱，你看这个4个拿弱的这个碰到的多起来了，4个拿弱。所以它是熊。过去时呢，过爬，然后变不送气，这个卡呢送气，加掐卡，变成它的第一竖行，变成加。然后这就完了，过爬又变成不送气就完了，然后这个命令式呢变命送气，变成掐加掐掐。别的也，所以它还是你要是看呢，它还是这个你前头规矩熟悉了呢，它还是挺规矩的，当然这个卡呢变成霞是一个新鲜的，是一个特殊情况，你就记住。所以用征服这个词儿 ，jom den de 呢，用这个词啊，记住这种特殊情况，就是基字是卡的，未来时变霞，然后呢加掐，一个不送气，一个送气，用它来记。咱们来读一读啊。jom， 熊 ，jom， chom， 这是一个常用词。现在咱们翻回第一页来，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jom den de 的这个意义哈。这个 de 是咱们说了出有坏，咱们大概都记过这个，就是倒过来是最后是出，中间是有，躺单吧嘛哈，是有，这个前边是坏，所以叫出有坏。咱们来再研究一下它意义。这个 de 是出，咱们学过 de 实际上就超越了什么呢？超越了有坏。单是躺单，就是带有具有什么性质，带有什么性质，具有什么性质？具有破坏、摧毁、灭除性质的。什么叫有坏呢？就是这种东西具有能够被摧毁、被这个破坏的性质。它为什么用过去时呢？过去时就是完成了，被摧毁了，被那个破坏了，被消灭了，
就是说，凡是具有被摧毁、被消灭的东西的佛呢，全部超越了。佛出离了能带有被坏的东西的境界，就是佛永远不会被破坏。凡是具有能被破坏的东西，佛全部超越了，出有坏，那意义理解就更深刻了啊。凡是你有坏的性质的，能坏的，佛那都没有。哎，就是完全进入这个是无为法清净境界。说那个佛的化身呢，化身那是那个变化视线哈，那是你凡夫的事儿。你看见什么化身，这是你凡夫的那个。实际上佛的那个化身呐，那些影像啊，只是在你凡夫眼里头有，对不对？跟佛没关系，佛根本就没动。佛完全是出有坏，完全超越了那个有坏的境界。哎，看这个词，这个你越来就体会越深刻了啊。用过去时为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被破坏了的。好，咱们翻过来，为了加深印象，咱们再征服一下啊。囧，熊，囧，穷，哎，囧den det，哎，把这个词联系起来，这个记忆这个词，这就是一种特殊类型。下边一个词呢，也是常用词，基本含义是栽种。说前头不是学了一个种植吗？就是在上边那一行那一组的倒数第3行种，这两个呢意义稍有不同。上边那个第一个含义都相同，就是栽种，这个都是种东西，种树啊，种庄稼啊，种东西，你就记种树吧。因为上边那个呢跟种树有关系，它抽象出来的是设置修建，就是在这个地面上啊，它设置一个什么修建一个房子，好像种一个房子一样，它这是第一个引申的意义。第二个呢也有这方面意义，但是为什么用两个词呢？它还稍有不同。第一个不同啊，就是在这个栽种上啊，它还有一个刺戳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把什么东西刺破，它栽种一个东西好像是把地给刺破了，戳破了，刺刀的刺，所以这个后边这个栽种啊有这个意思，把地面给戳破，把地面给刺破了，栽种一个东西。然后它也有抽象意义，抽象意义是什么呢？树立、成立。树立一个旗杆，你栽种一棵树是树立，实际上也等于树立。它抽象意义有树立有成立的意思，成立有开创的意思。哎，所以这个词啊，是他们两个大致相似，哎，都是一个具体的栽种，一个是修建啊设置，一个是树立成立，微细差别。这个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就是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前加字是啊，又碰上基字是杂，所以它就是属于特殊。特殊了之后怎么办呢？注意这个是写就，就是原因不变，这少了一层考虑。然后说它这个未卡过爬命松气，这倒是都符合的。这个未卡了之后呢，它还基字还变，这是个特殊的。这个卡变狭，它这个杂呢就变撒，它俩对应的。哎，你看这个杂呀跟这个撒呀正好俩人对着了，是吧？倒过来了，哎，这个杂就变撒，所以未卡呢基字还变成撒，别的没动。过爬呢基字变不松气，哎，杂哎，变不松气就变成它的第一竖行，变成杂。过爬变不松气，哎，别的没动。命松气杂擦变成松气，然后别的呢没动，把前加字去掉。所以呢，说来还是比较规矩的，就是那个新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加字是啊的呢，如果它基字是卡，在未来时就要变成狭；它的基字如果是杂，未来时就要变成撒。这是一个特殊比较新鲜的。也是来读一读吧。这个
这些特殊情况啊，不用发愁，记住也好，记不住也好，反正是很少数。哎，这个说一遍呢，就有点印象。像一些像这种常用字呢，你就专门记了之后，一个类型就记住了。咱们读一下这个栽种这个啊，足、足、俗、俗、助、助、促、促、足、足、俗、俗、助、助、促。促。下边一个投入，投入咱们先来读啊，是举、举、许、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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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举、许、许、去、去、去。去。这个又是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前加字是啊，又碰上基字是杂，杂了呢，这个未来时的基字就跟它颠倒过来变成撒。注意这个，你看它又特殊了。那个未卡过爬，它不按照那个来，它按那个恢复老规矩了，全部变成爬，然后命令时把爬去掉，又恢复老规矩了。像这些啊，就不要这个，就是给它总结类型了，就是先这么过一遍哈，先熟悉一下就行了。这个未来时、过去时都前加字都恢复爬了，然后呢，未来时变成撒，过去时不松气变成扎。这个命松气还变成擦，后加字塔呢，所以不加撒也不变，所以呢就变成这个样子。咱们来再读一遍啊，举、举、许、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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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例词是称、量，这个称东西、量东西，这么一个动作。先来读一下啊，解、解、写、写、接、接、绝、绝、解、解、写、写、接、接、绝。绝。称东西、量东西啊，这么一个动作，看一下它的变化。特殊在哪儿呢？前加字啊，又碰上基字卡，所以就特殊了。基字是卡的未来时呢是变辖，这是一个死数，跟那个征服是一样的。未卡过爬命送气，咱们看看对不对啊？未卡是对的，过爬是对的，过爬还要带一个不送气，卡加掐掐卡，所以变不送气变成第一数上加也是对的。后边命送气，它没变成掐，没变送气，这又是一个特殊的，所以这些就不用这个太费力气，就是他就硬这么不讲理了啊，硬这么称了，硬这么量了，然后呢还符合那个元音哦，所以呢变成这个样子。咱们来再读一下啊，解、解、写、写、接、接、绝、解、解、写、写、接、接、绝。绝。对了，这个特殊里头还有特殊，说也有未过命基字全变擦音的，咱们看看，这是特殊里的特殊，剩俩啊，过一下。一个是放，放是常用词，这个常用在哪儿呢？放就是把这什么东西放在那儿。说这个常用在哪儿呢？把自己放到定里头啊，就是这个事儿，是吧？咱们前面见过，你把你放到这个平等的状态，既不昏沉也不掉举，平等的状态就是定，所以这个词是常用词。咱们来试试总结一下它的规律啊。它特殊在哪儿呢？前加字啊碰到了基字卡，所以特殊。然后呢是未卡过爬命送气，现在是未卡对，过爬对，命送气呢不对。不对也好，它这有一个什么特殊呢？那个过爬了它也不送气。所以它基字整个变成辖呢，整个辖三个辖下来，咱们也乐得省事儿。就是什么呢？你入定啊，那个它是对了，忘了读啊。第一个是脚辖辖小脚辖小，就是说这个入定这个特殊是什么呢？都这个你看那个辖呀，好像盘着腿打坐一样哈，窝了好几圈，一变化呢，基字全变成辖了，这是很特殊，或者入定的闭了眼
见到的东西都是瞎看啊，反正就是你就自己联想，反正这个字咱们说了很常用、很特殊、打作用这个字，所以呢这个都是瞎，变化咱们再说一遍啊，为卡过爬是对的，命送气给取消了，然后呢这个卡变狭是对的，后边这个不送气跟送气都不送，也不送也不。那就是说那个打坐的时候啊，全不也不送气也不送气，全停止了，都狭了都，哦啊啊哦倒是遵守了，这是个特殊词咱们就特殊记，再来读一遍啊，脚狭学，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里头，就是那样，把我们自己放到定里头就行了。最后一个词儿躲开。这个先来读一读啊，俗，这两个这个变化类型好像倒是一个类型哈。变了基字之后呢，后边基字都不变了。为卡过爬是坚持的，后边这个送气不送气全部不要了，全部取消。这个别的就没什么变化了，因为写旧嘛，也这个原因也不变，咱们就再读一遍就行了啊。俗，两个特殊的。好，这个很累了吧？这个几点了？6点35啊，6点35。那东西不少了，你们看这个是不是累了？咱们要不今天到这儿吧？到这儿咱们要不要还读一遍呢？别读了，读哈，行，咱们来读一遍。我也累了，咱们这个拼命，53页来试试啊，53页试一试，最后读一遍，咱们就结束啊。开始啊 ，G， 翻过来，啾，松，压，哟，三，熏，叫，翘，倔，却，东，当，通，穴，塞，穴，东，痛，狭，学，下边彻，错，cam，跳，井，恰，翘，搓，却，九，局，哭，开，去，坡，去，通，动，痛，ki，缺，
猜，缺，穴。这个穴呀，有点像山东话的说。山东话说你穴是吧？命令式穴。你穴啊，翻过来啊。脏，冲，重来啊。脏，冲，再来。脏，冲，下边啊。给，拓，蹲，卧，破，胸，足，促，举，去，结，绝，再来啊。结，绝，翻过来是桥，下，学，足，够。这节课实际上工作量相当大啊。行。